面对着外界的威胁，这强化国防就是真重要的代志啊。中科院是来发表家己所研发的高防护性复合装甲，比旧的版本要搁较轻，而且呢，卖当抵抗较大型的武器的威胁。专家就来表示讲，若准甲这挂伫分霸系列的装甲车，也是战车顶头，这防卫就会当搁较灵活。 战甲车伫战场走是真重要的移动火力，不过战甲车爱当持续输出攻击，本身的防护力嘛袂使无。国防部军备局现甲专栏有成果，中科院成功研制高防护性复合的装甲，伫符合轻量的需求，会当抵抗更较大口径的机炮威胁。专家推测会加挂伫亲像分霸系列的甲车 M60A3战车顶。 因看到这带油看起来，敢是拍入去这复合性的装甲内底，不过其实这带油是卡伫灰啊遐，所以伫后边这车体是完全拢无受到影响。它危险呢，大约是增加2倍，它等于说我们的防护力大约提升了2倍的防护，但是重量呢不会对于机动性呢造成很大的影响。 抗弹灰啊是防护力增加的关键之一。浅色的是旧款，深色的是新型。新款的重量更较轻，不过防护力更较悬。同款是采用六角形，像芳手形式排列，准讲弹药拍到灰啊的接碰所在，卖当有效分散应力，防护力同款无受影响。 过往战车它是一个陆战之王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比如反战车飞弹反甲火箭甚至现在无人机的攻击所以其实增加了相关的防护力是很重要的。复合装甲去互各界当作机密技术，准讲要出口装备嘛有限制。中科院突破技术的困难，互国防自主搁再向前进一大步。另外，中科院当地研发自制高效率热能电解散氢技术一甲应用系统，内底包含真侪项中科院的专利，会透过制氢、镀氢，抑个氢能应用，运用到国防民生工业，嘛无排除会运用伫水下载具，像讲潜水艇，希望会当达到国防热氢自给自足的一个目标。记者综合报道。